13节到16节，白话字和日本伫第3版本，请看荧幕。恁是地上的，若失味，要用什么来无路用？不过迄伫外面，互人吞啖难定。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微微温密。无人点灯下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。 就变作厝内的人，若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，互恁伫天年的爸。咱要请戴锡钦牧师来讲道。戴牧师是台中向上教会的牧师，讲道的题目是“得耶稣别手”。 得2点钟落。咱在座所敬重的陈牧师，以及柯牧师，诸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伫这个早起，咱遮三甲做礼拜，相喜吼！今仔日台南新人医纪念主日，咱妇女的主日。伫这个中间，代表台南新人医大家请安。 过去咱教会对伫台南新人医也好，或者是台湾新人医也好，玉山新人医也好，伫咱本庄属下所有遮的新人医，甚至四个行医，咱拢真大的关心，真大的奉献。伫遮的新人医的中间，伫咧造就侪上帝的工人，伫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工程的顶面，尽心尽意、尽力尽性服侍主。 将基督的亮点伫咱即个土地，将上帝的恩典伫即个土地，咱三甲献上咱的懊恼甲感谢。代表新人伊伫即个所在，大家说谢，也请继续为着即3间新人医，特别今仔台南新人医的纪念主日，咱特别为遮的师生伫迄个所在因所做的工，咱恳求上帝怜悯。 看顾因带学习甲教学，拢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。妇女相信伫过去，特别伫基督耶稣的时代，或者是到伫今仔日，妇女伫教会所扮演的角色，的确是袂当欠缺。这种的讲话，讲男女有啥物无共款？事实实在是无共款。 当急难的中间，艰苦的中间，生命强要无去的中间，男女所求救的拢无共款。女性急难的中间，艰苦的时阵，哀怨的时阵，拢讲天啊，上帝啊。查甫人急难的中间，生命要无去的中间，拢讲无啊，我的妈呀！ 妈妈，你伫倒位啊？无共款，叫的都无共款，所以查甫人伫厝内40-50年来的一个经验，结婚30多年的经验，凡事都爱吞忍。有一天在摒扫，最近咧搬厝摒扫，忝的时阵坐伫客厅在休困，牧师娘甲 查某囝2个伫遐咧无闲，伫遐咧煮食。本所车来，牧师娘讲：赶紧的，甲遐无爱的物件，较拼出去，遐个粪扫拢拼出去。我个查某囝看到我，回头甲伊妈妈问：坐伫遐迄个爸爸敢是粪扫？嘛是爱甘愿，是爱甘愿。我想3种四德。 对于今仔日负责人来讲，实在是应该用伫查甫人的身上，娶着好某，也过3个天公祖，骨力查甫顾插头，能力查某顾灶头，所以对负责人爱特别的尊重，会尊重3种爱四德，讲话爱服从，出外。 逛百货公司，咱爱跟从
做代志有理无理，做对做毋对，咱拢爱盲从。适得生日的时阵，结婚纪念日的时阵，考无师爱会记得。牧师娘来甲你骂的时阵，当作粪扫爱拼出去的时阵，爱忍得。百货公司买物件刷卡，看刷偌济，咱拢爱舍得。最后千错万错，对咱安怎样？礼骂也好，甲咱赶出去也好，咱拢爱不记得。所以三从四德，告我说咱两个互相勉励。妇女主日，所以咱咧目色吼，人讲溜溜秋秋咧食两蕊目睭吼，啊，所以今仔妇女主日吼，啊，咱较客气的，今仔日洗碗吼，甲太太讲吼，明仔载啥洗就好，啊，今仔莫洗。负责人是查甫人的亮点，咱来甲伊疼惜，甲伊疼命命、惜命命，姊妹安尼讲对无？对。哇，哪有大声？压力了。得耶稣得手，得亮点奖乐。咱得了耶稣的时阵，咱甘愿到伫头毛喙鬚白，咱拢无放弃。得亮点奖乐。耶稣是咱生命的源头，是咱的信靠，是咱的瓦靠。当咱选择这个亮点，看见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的时阵，到伫长老，到伫往生，拢甘愿，无放弃。这是今仔日伫咱信仰的一种牧师的一个告别。通过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。光甲盐，咱真实总是这也真做我个人的一个勉励，自我的勉励，自我的觉醒。亮点是啥物？一个朋友寄一篇互我有小可甲伊简介，也是用华语来写的，因为阿文的问题，我用华语来读。到了北欧才知道太阳也会睡觉，真神奇。在困的时阵，拢爱关窗帘。到了俄罗斯才知道伏特加只是一种饮料，到了韩国才知道漂亮的女人绝对不是上帝所创造。到了德国才知道110眼竟然是双臂的骄傲。到了英国才知道童话里的幸福快乐都是伪造，无影无迹啊！哈。到了日本才知道死不认账的日本人还是非常有礼貌啊。到了中国才知道10个有9个骗，那1个正在训练。到了奥地利才知道连个乞丐都能弹上一曲小调。回到台湾才知道鹿茸是鹿耳朵里面的毛，向日葵绝对是香蕉。台湾更是新兴的产油国家。每一个国家有伊的亮点，每一个人有伊的亮点。有一天，我礼拜六去看医生，医生甲我讲：“牧师，你爱减肥。”讲好。礼拜日、礼拜三泡茶的时阵，一年长的姊妹甲牧师讲话。讲啊讲，牧师，我真爱看你安尼白白胖胖。我心内咧想，昨昏医生叫我减肥，你讲我着爱保持现在身材白白胖胖，到底唔知影要安怎样较好？所以甲牧师娘去食饭，甲一个朋友去食饭，坐落来的时阵，医生叫我减肥，所以讲吼，我伫遐选择。袂使食伤好，要食啥要食啥。啊，服务生伫边啊，我讲我即摆伤大块毋好啦。啊，迄个服务生甲我讲，不会啊，先生，你看起来刚刚好肥呀。
刚刚好配，这嘛地宝书的亮点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亮点，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的亮点。早起欢喜礼拜，昨下晡来到咱的所在，出火车头，一个看哦，百货公司，哇，这是咱的亮点啊！往哪行，拢是百货公司正闹热。行，问林长老讲，咱遮是要安怎样？讲中华路49号是毋是？哦，照中华路一直冲，冲过到迄边，一个看，63号过头去啊！哇，到过头去啊，变怎？好，马路的人就行倒转，所以行倒来到遮啊，原来伫即个所在，心内一个感受。嘉南教会竟然是所罗马城的内面，是啊，所罗马城无可怕。教会伫即个所在，若成为亮点，这才是正办。如果即个亮点无去，这才是问题。咱的亮点是啥物所在？亮点是啥物？伫文学的顶面、物理学的顶面、地质学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学说，无共款的解说。用文学来讲，是有吸引力的人甲事物。一张图画或者一篇文章中间上受到注意注目的所在，迄个叫做亮点。有一本册，一个囡仔有一个亮点，政治大学詹教授所做。两句话，互我感动。囡仔若毋是一粒天星，如果一个囡仔毋是天顶的一粒星，也应该是一只火金菇啊！一个亮点是一个起点，一根杠杆的支点。这句话，伊用一个故事伫遐来说明。伊讲有一个细囝，伫学校伫班级的所在，无受教，毋读册，受摆贴，哪能袂活泼。老师真伤脑筋，这个同学袂甲伊夹食，袂甲伊交陪，所以孤单一个。老师伤脑筋，这个囡仔态度是啥物款的情形？所以就电话举起来，甲妈妈伫迄个所在来家访。老母甲讲，这个囡仔实在是伤脑筋，倒来厝毋读册，功课暗写，敢若咧母伊的动物园，饲一寡天竺鼠，一寡鸟鼠啊，饲一寡有诶无诶。猫啊、狗啊，好，规间厝是臭糊糊，啊，着囝着安尼无要安怎样？做爸母的，就是安尼，疼入心，骂是骂无影，疼囝就是骂无影，拍囝就疼入无心，所以嘛是用阮老师啊，敢有啥物款的办法，嘛毋知影。饲动物，老师掠着即个，是啊，伫学校有一个自然科学馆。内底有饲动物，这个学生入去伫遐破坏，学生入去伫遐创伫遐个动物，伫迄个所在规间臭毛毛，土啊，哎哟，排泄物真臭，不要无爱入去，大概白天毋敢入去。老师抓了这个亮点，是啊，这个细囝既然遐尼爱饲动物，所有全班宣布，咱的动物，这间自然科学馆交代。无同学来管理，若要去参观，若要做啥物代志，爱经过即个同学的同意。果然，即个囡仔接到了后，甲遐动物自然科学馆整理甲真好势，介绍真内面的动物，兔仔也好，孔雀鱼也好，介绍甲安尼真清楚，头头是道。班上遮的同学讲哇。动物小英雄啊！你看这个囡仔，即使不是天上的一颗星星，但也是一只萤火虫啊！而比伊毋是天顶的一粒小星啊，总是伊嘛是一只花金菇啊！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詹教授伫遮来讲，亮点，一个人的亮点。
一个人的亮点就亲像一支锁匙共款，拍开后花园的门的时阵，拍开的时阵，往往后面所看到的，一片非常水的花园。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人的亮点重要。圣经讲，恁是世界的光，恁是世界的盐。人要共款，米一样，人百样啊！一两米饲百样人啊！人俗语咧讲，生水无生盐啊，无盐是上可怜啊。男马嘛有一部踢，敢是？天无边，海无行啊！人无一世圆。人重装不重光啊，3分人7分装，有装就水水，无装就亲像鬼。所以咱姊妹吼，来教会小可画一个妆的，啊毋通画甲足水，牧师、副牧师讲道拢袂专心。水无杂装，歹嘛无佳能啊。人拢有一个水的所在，有一个女同学，有一天甲我讲。某人，我要拍广告，我一个看讲拍广告是安怎？你要拍广告？迄导演吼，讲我的手吼真水的，吼，要拍啥物广告？手表的广告。讲好啊，无就去啊。自伊讲了后，伊逐工就挂新表啊。是啊，亮点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亮点，你有你的亮点，我有我的亮点。上帝恩赐，既然上帝恩赐，咱袂使甲伊放弃。上帝恩赐伫咱的身上，咱袂使甲伊看轻。任何一个人有伊的恩赐，任何一个人有伊的亮点，咱毋通甲伊看轻。上帝甲咱疼命命、惜命命，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拢是伊的宝贝，敢是？基督教的亮点是啥物所在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亮点是啥物所在？咱真清楚，道成肉体嘛，下凡人间嘛，服侍世间人，为着要互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世间人安那得到生命，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为着即句话，耶稣亮点；为着即句话，并行逐乡社，伊创啥？亲近遐送香的，亲近遐忧伤的。心情郁卒的，心内话无得透的，困苦的，心灵空虚的，破病的，痴迷的，互贵妇身的，社会啊边缘的人，耶稣一个一个甲因关怀，照伊的需要，伫遐甲伊关心。遮个人咧宣告天国的福音。什么是天国的福音？伊讲上帝吼。看人的内心啦，毋是咧看人的外表，上帝看内心，人是咧看外在啊。所以装甲水水，对无？心内那亲像鬼啊！上帝毋是看这个，毋是咧看咱宗教的彩色的衫穿水水，是咧看咱的内心的敬虔甲诚实。所以人用心神。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主，这个世界腐败已经定根了，烂甲树头嘛是烂。这是今仔日咱的问题。为了安尼，上帝无法度，耶稣基督无法度，只有咱来讲，是互你看，安尼。看会通叫醒人迄个沉沦，看会通唤醒咱人对上帝的认捌，唤醒人甲人中间的彼此相听迄个结啊，根深蒂固，无牺牲就无救赎。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来拯救咱的生命，所以耶稣的死甲复活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为着安尼，自古早。对东朝开始，伫中国的所在，我引用这个，最后要讲伫遮的话。引入基督教，东朝河顶伫当时河顶的车营，东朝伫河顶世界的政教的中心，
人人拢来侵困。地位好顶的悬啊，总是以国家引进基督教。为什么引进基督教？唐太宗当时对基督教有一个评语：兵其教旨啊，玄妙无畏啊，观其原宗，生成立业啊，事无反说，利有忘传啊。这不离人啊，义行天下，什么意思？讲这个见证简单明了，详细讲。一个阿嬷八十几岁来领受洗礼，伊会见证讲：为什么你要来领洗礼？为什么我今仔日领受洗礼？因为我看见咱的圣经头一句话：上帝创造天甲地，我找到真正上帝什么所在？这句话改变我一生。敲吹，人的习惯一直咧敲吹一个问题：天对来安怎形成？地是安怎样形成？人伫倒位安怎样来？种种遮个问题拢咧敲吹，阿嬷咧敲吹。所以当然，阮牧师伊咧写遮个文律书的时阵，将创世纪伫即个所在用即个诗伫遐来做一个表达。用太初上主造天地啊，日暝分明凉风吹，敢是安尼？无水无雨啊，土混做，拢无树木甲菜色，总是有雾对地起啊。论得山野伫迄时啊，上主用土创造人，分活气入伊片空啊。人对迄粒有灵魂，上主活命，伊有份啊。伊要管理大自然，报答资运用敬虔啊。简单明了，详细讲。要背圣经敢有困难，则背读较就好啊。创世纪读了。上帝创造，咱仰望；万物自然，咱欣赏；人管理，咱尊敬。讲啊真详细。阿嬷讲，我接受我洗礼，事无反说，理有忘传，这不离人义行天下。遮尔好的基督教，遮尔好的信仰，放弃，戆啊！接受。智慧啊！基督教入中国，果然对唐朝了后，宋元明三朝陆续经由这宣教师引入西方的科学、心理甲医学，建立西方教育。有学校，有教会。完成的是宣教师主张政教分离，由元首将中国政府甲百姓的误解，空虚永情，做皇帝的人接受基督教，读这查经。家庭小组啊，咱敢知影？毋知，我嘛毋知。感谢新人伊的教育，互我知。后来政治的问题，中国人就是安尼制作的问题。帝教伫政治上摆脱基督教，所有当时的宣教师抬到尾了。宣教师伫迄个所在有缘。继续抓到耶稣基督的亮点，继续无嫌困难，无嫌艰苦，无着性命危险，将基督教传入中国。伫迄个所在，到伫台湾相款，设立学校、乡村的教育医学院，种种遮的物件，都一直在推广。亮点伫台湾设学校、医院，男女平等受教育，西方的医学。这咱拢真清楚。引进农产品，再去咧问一个问题：你是蚵仔还是？对无？咱拢讲老蚵仔，老蚵仔是咧讲啥物人？到底你是老蚵仔，还是我老蚵仔？还是你是番薯，啊我是番薯？规气啊，蚵仔番薯做伙啊！台湾人是蚵仔，为什么？因为番薯毋是咱遮，咱遮是蚵仔。食蚵仔过日，番薯对来，对中国来，安怎来？宣教师，菜花毋是菜花，花菜，花菜安怎来？宣教师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伫今仔日台湾有真侪物件会发现宣教师，
宣告书是安怎？基督的亮点的缘故。所以恁是世界的盐，世界的光。今仔日咱咧学习，咱咧接受，咱咧领受，亮点无误啊！什么叫做亮点无误？分享啦。为什么是盐？为什么是光？无讲足清楚啦。你是安怎做盐？你是安怎真做盐，真做光？无讲清楚。啊，恁着做盐，你着做光就好啊。恁着是盐，你着光，要安怎样？家己想。讲爸有交代，做代志爱安怎用头壳，爱用智慧啊。无说明你又要安怎做。所以你是世界的盐无毋对，但是进一步咱来知影，你是世界的盐啊，毋是为了家己尔尔。你是世界的光，无毋对，总是你是全世界的光啊。毋是简单伫台湾，毋是简单伫桃园这个所在，你是光尔尔，是全世界的光。毋是简单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团契，咱是世界的光。所有的团契，咱必须发出咱的亮光。发出基督的香味啊！人的个性至少门前雪，不管他人晚霜霜。有日无出啊，久就屈出啊，敢毋是？所以来教会吟赞美诗啊，哇，真好听！好，心情放开，有话就爱讲，姊妹啊，有话就爱讲啊。对先生有啥物款的怨切啊？讲互伊听，伊若毋听，讲互牧师听。无咱科牧师伫遮应用，爱讲爱听，积伫心肝头，心肝头迄时啊，结归球啦。啥物叫做结归球？有无？感情是啥物形的？结归球啦。所以即摆内底，即摆人现代人内底结几啊粒球啊？毋知是篮球啊，还是棒球啊，还是啥物球，拢毋知影。有日无出，无久就屈出。摕别人的小贪施舍当算，看别人食流喙烂，食别人的食到流汗，摕互别人食，家己煞流凊汗，这就是人。施比受更为好，施舍比替人的较有福气，为着要提升你做基督徒的文化气质啊！文化气质，早起啊，向阳拄收到一个朋友甲我讲话，伊讲伊去中国大陆啊，文化气质。坐公车的时阵有一个广告啊，请你若咧配痰的时阵、配烂的时阵，甲配对公共汽车的门窗仔门外出去啊，为着要提升你文化的气质。我就安尼写就对。吐痰吐到公车外面、窗户外面，为了提升你文化的气质。今仔日，咱有文化气质。提升咱的基督教文化的气质，要安怎提升？咱做伙来。恁是世界的盐，世界的光。你们是复数。咱每一个人领受上帝无共款的恩赐，领受无共款上帝予咱的亮点，总是为主做见证。咱着爱团结，咱着爱同心，咱着爱合意，才会将上帝荣耀伫你伫我心上的恩典。这亮点集做伙的时阵，你是一只火金菇，我是一只火金菇。到落尾集起来的时阵，一拍光灯。盐功能就是伫咧调味啊、治病啊、杀虫啊。伫圣经的内面，这个盐是啥物盐？讲恁着爱做盐，毋通互盐失了味，是哪盐失了味？伊的组成就是氯化钠，敢毋是？如果甲盐内面的氯化钠摕掉的时阵，才有成盐。如果甲上帝对你的心中摕掉，如果甲耶稣基督对你的心中、对你的心中摕掉的时阵，你才有成基督徒啊！重点是这个所在。所以盐，咱本身就是盐。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领受基督的生命，咱就是盐，咱就是光啊！咱袂使甲咱心内迄个基督甲请出去啊！迎神安那用伊请神难对无？咱请上耶稣出去，迄是足困难的呢。但是咱嘛袂使甲请出去。既然上帝恩典满我伫咱身上，咱就伫即个所在，为着基督，为着全世界，互全世界咱家己
咱的处理。我老头讲一句话：教育无一定是传授新的财物，重要的责任是会通将咱过去所领受的这个财物，过去所领受的上帝恩典，对咱的记忆的内面，渐渐地甲重新来给它变出来。今仔新学院、新学生一个装备两个要点。牧师认为第一个，咱爱有灵命，有灵命咱爱追求，咱爱读圣经，爱扎根啊，咱爱祈祷，咱爱伫咱的个人的灵命顶面，咱努力打拼。第二个就爱学习。台湾人讲吼，知书毋捌礼啊，非累就了家伙啊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伫学习、伫灵命，咱爱做一个同时的进步。咱三边的，为了这新学生来祈祷。新学生毋是讲出世就遐尼牛呢。对牧师细汉的时阵，去用讲一个我外号叫做金喙的，啥叫做金喙的，咱拢知影吼，毋知啊？看到人吼，卖三少问啦，看到你，看到伊，到有一天吼，我妈妈甲我讲。哦，你那金喙的，你毋着共三少问的，啊，免咱问我都毋知影，你别人讲平安哦，啊，你别人讲，阿伯啊，食饱未？敢袂？会啊，开始问食饱未啊？开始开喙，开始讲话，所以有一天，阮爱餐逐礼拜爱餐吼，有一个长老啊，要去洗手间，啊，有一个会友。对内底出来，长老入去，伊出来，长老甲问讲：啊，你食饱未？你厉害姊妹，上帝恩典咱来说出，粗增大益，大布果生芽呀，不有诗书气自华。当有上帝伫咱的心中，耶稣基督伫咱的心中的时阵，自然起质啊。生言免生水啊，生水无言是上可怜啊。言每一个人拢有言，言就是咱的要点，较歹嘛无要紧，对不？到了韩国才知道，美女都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对不？所以咱爱甲家己创造，真做一个俊男，一个美女啦。要安怎创造？基督的旁边，咱的心腹自然的发出。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当咱吟诗的时阵，当咱欢喜的面的出现的时阵，感谢主的时阵，哇，有够水！所以早起我坐伫迄个所在，看咧台顶，即5位姊妹伫遐唱歌的时阵，我迄马唱袂出来，到尾唱出来，太水。内底所发出迄个香味，互咱欣赏，上帝祝福咱。我是讲实验，互正人一日。我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你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上帝祝福咱正大家，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要真侪光，阮要因为阮是光，是上帝你所竞选，是上帝你的百姓，是你疼命命、惜命命你的宝贝，阮就为主来发光，求。